咱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罗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罗伊的名。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咱阁组织一圣殿要来敬拜上帝。咱即马要来吟圣诗164首，请咱献开圣诗164首，请起立。请坐。这是请咱同心下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我要学罗你的圣名，因为你是真理、道路甲活命，你是阮的救主，阮的依靠。我要感谢你，想使阮丰盛的性命。感谢你的圣神保惠师时常保护照顾阮，帮助阮明白真理，感动阮结出圣灵的果子，引带阮行公义和平的路。这是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要敬拜你、亲近你、领受你的教示。亲爱主耶稣，感谢你用十字架顶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赦免阮所犯一切罪过。阮的心切切羡慕你的义，恳求你为阮做清洁的心，互阮定心得到气力。主啊，阮需要你的听，互阮的内心有真正的改变。温群祈祷读经，操练阮的灵命，
用喜乐的心情拍开阮的目睭，扩展阮的看见，朝找新的方向。求主使阮有帮赞受伤者的心肠，关怀弱势，有热情、有智慧、甲勇气，参与教会宣扬福音的事工。恳求你，互阮伫你所安排的这份上，尽阮应该做的责任，互阮诚做你贵重的器皿，诚做圣洁佮合你所用的人。互更较侪人因为阮手所做的工来明白你。主啊，阮要温群做工，常常提醒家己，阮为主服侍所夸口的是家己的良心，毋是人的骄傲，也是家己的能力，是因为你的圣灵甲阮治理。恳求阿爸爸上帝，使阮新生命的愿望。因为阮充满来对圣灵的信心、甲疼、忍耐、甲顺服。当阮拄着艰难的时，无要放弃，无要挂虑。我要将家庭生活、甲工作所拄着的烦恼，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专心倚靠仰望你，相信你的恩典一定有够阮用。安尼祈祷无完全，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你的道领导，你的旨意强，对你神主体，阮的是咱的话，下边阮的服务，清楚阮下边服务阮人，你操阮的意思，救阮的快乐来，你的国万年永恒从心守，到来的主题，阿门。接续，咱要来启用。启用文11篇一圣诗后壁第16页。启用文11篇诗篇42篇，我来启，大家来用。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的厝。我对念遮的事。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你着毋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就青烟甲青烟三叫用。总是摇花，你是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会对你支持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
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做？你着毋忘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阳光。这时，咱要过来学罗上帝圣诗186首。咱行世间的路，请咱起立。圣诗186首。嘉南诗班今仔日要学录的诗歌是《回声颂歌》。
感谢嘉南诗班用遐水的歌引带阮来学乐敬拜，请咱来讲读圣经，掀开腓立比书第1章第1节甲11节，现代中文译本303页。腓立比书第1章。我保罗甲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奴仆，阮写批予所有住伫腓立比的上帝百姓，就是属伫基督耶稣的信徒，以及教会领袖甲助手。愿阮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予恁。每摆想到恁，我就感谢我的上帝。每摆为恁大家祈祷，拢用喜乐的心，因为对开始的一天到现在，恁伫传福音的工作一直拢协助我。我深信，迄位伫恁中间开始这美好工作的上帝，一定会继续这工作，伫基督耶稣过来的日子完成伊。恁大家常常伫我的心内。我少年恁大家是应该的，因为无论现在我伫家学中，也是以前自由的伫为福音辩护甲做证的时，恁大家拢分享上帝所赐予我的特权。上帝知，恁大家拢分享上帝所赐予我的特权。上帝知，我用基督耶稣的疼心，深深来孝念恁，这个话是实在的。我为恁祈祷的是，恁的疼心会不断加添，恁的智慧甲判断力也嘛会拿进步，互恁会当选择迄上好的。安尼，伫基督过来的日子，恁就会纯洁无瑕疵，恁的生活会充满通过耶稣基督才会有的仁爱、公义的价值，来荣耀阿罗上帝。圣经以上，今仔日是客家宣教的纪念主日，真欢喜，咱的前任的主任牧师片德贵牧师要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伊的信息的题目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客家宣教主日。为什么要客家宣教主日呢？因为伫台湾客家人讲客话的是全百姓中间占第2位啦。但是呢，信主的人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咱台湾信耶稣的人是3%，那客家大概是3%。所以为着安尼特别在咱基督教会的组织内面这中会真要紧所以呢，就无久以前就开始有这客家宣教中会。为着安尼也引起咱全总会特别有关心这个圣餐的主日有一摆架伫这个客家宣教委员会内面来做宣教的内容。咱双连教会当年的6月第1礼拜，拢特别为着这个主日来纪念、来奉献。今仔日伫这个客家宣教主日时，我用这个题目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对保罗来讲，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伊对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描写。腓立比教会是伊看做非常的感谢阿罗
逐摆祈祷孝念伊，逐摆伫个摕到伊的时就感谢上帝的即间教会，因为因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毋若是一间教会彼此中间，咱有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就是像我伫双年同会可能我无写捌，到伫乡村的所在，真弱小的教会。今日来讲，特别是提起即个客家的教会，还是讲原住民的教会，咱有缘爱相甲谈论、关心福音兴起的代志，看做是咱家己的教会同会所关心的事项。保罗这个时阵虽然受关伫家国内面，但是伊犹佫会当写即个批，互人称做一个喜乐的批信，是真值得咱来感谢的。因为真正充满了喜乐，逐摆安尼来孝念来感恩，是因为即个教会人人拢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因为安尼，即个教会叫做互人感恩甲喜乐的教会。第30到第40的所在讲，阮既有孝念，就感谢我的上帝。逐摆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常常欢喜来祈祷，因为对头一日到今三甲有分地兴起福音。所以这个所在咱看见，菲律宾的教会是保罗看做真感谢、真喜乐、感恩的一个教会。因为逐摆，伊只讲逐摆那为着因祈祷，逐摆孝念因的时阵，这个教会所表现的，拢是互人真感动、很喜乐。甚至保罗这是规伫家国内面，伊无因为伊个艰苦，还是即款较少机会甲因做阵来伤心来艰苦，伊犹佫充满了喜乐，因为伊知影到今为止，菲律宾的教会，伫头一日伊去传福音，到今伊受归伫家国内面，菲律宾的教会拢是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所以同心合意对菲律宾的教会来讲是非常要紧，对咱来讲也是非常的要紧。徛伫上帝国的观点来看的时阵，毋是咱双年同会兄弟姊妹彼此中间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上帝国度是搁较阔，既然信耶稣基督，咱心内面有上帝治理和上帝来管理的，请兄弟姊妹拢是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所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毋是只有少数人，毋是只有指神职人员、牧师，毋是只有指选出的中级那点，是指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同心合意，同一个心志。虽然是真济人，但是毋是四四散散，大家思想意念是合一的，同心合意，也是同心协力来兴旺福音。这对咱基督教来讲是特别有意义，因为对加尔文当时个罗马天主教，因的基督徒拢是四四散散，因为因的工作拢是神职人员来负担，信徒拢毋免创啥，干那礼拜日去望弥撒，看迄个弥撒，参加伫迄个圣餐安尼那点。但是，这个圣工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会当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看做是要紧来关心的，是对加尔文有真大影响。加尔文看讲，这个事工是大家的，毋是只有这神职人员的，毋是只有牧师、中职，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着关心的，也毋是只有每一个兄弟姊妹四四散散，是同心合意，修法相像，作恶相像，行动相像，来关心兴起福音的事工。
伫咧教会初代时，伫这传福音内面充满了热情，总是渐了呢，信徒将这个事工撒互中职，中职撒互牧师，这个倒动亲像天主教时阵迄神职人员，但是最近以来，教会有兴起这个小组的牧养，就是讲将传福音的事工，每一个兄弟姊妹爱关心，最近来思想、最近来实践咱福音的工作。特别伫20世纪、21世纪这个圣灵大大做工的伟大的时代，每一个人爱总动员，传福音的工作，毋是只有交伫迄个全时间的牧师，是选出来中职，是全体兄弟姊妹，亲像保罗伫讲起腓立比的教会，伊即马虽然伫家教内面，伊讲，但是对头一日到达，你拢有分伫兴起福音。保罗头一日到伫腓立比教会，到了今仔日伊坐家，但是腓立比的教会兴旺福音无停止，无有安尼，大家惊到煞毋敢去教会，相像，甚至比保罗伫演中间的时阵佫较热心。圣经内面那罗马字圣经是讲，对头一日到达，三角有分伫兴起福音，对即个工作上有分，对奉献出资的人有分，出来中间有分，对时间、对讲话、对关心的中间，拢是有分。有关福音、传福音的事工，这拢是保罗讲起腓立比的教会，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意义。教会伫20世纪是会当重新互人发现，讲传福音的工作，教会的事奉工作，毋是只有专职人员的神职人员，是所有的兄弟姊妹爱总动员的时代。所以有人讲20世纪也是平信徒搁一摆受看重的一个时代。也是亲像彼得前书2章伫9节的所在所讲起，恁是蒙拣选的一族，是王家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上帝选调恁离开黑暗，进入伊的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伊奇妙的作为。这圣经讲真清楚讲，恁就是复数，强调每一个人所有的基督徒，三甲最近关心传福音的事工。第二项，圣经提起兴旺福音，这兴旺两个字有特别的意思。原文的意思，这个兴旺是指团结，团结是 fellowship， 是好消息。来彼此分享，亲像教士原的意思是讲，咱应该团结福音，团结好消息。什么叫做团结福音？团结好消息就是分享，就是大家最定的时阵咱所讲的代志，有关福音的代志。我去传福音的时阵，我拄着什么困难？困难中间，阮同去祈祷，安怎突破这个困难？后来，阮得到什么款好的效果？阮困难的时阵，阮经济困难，阮继续为着恁来奉献。亲像阮伫去教会教会，是亲像少年教会特别为着这个原住民的传教者，所以呢，常常组织的时阵呢，就谈论分享，来谈论有关福音的代志，这叫做团结福音，是讲团结好消息。安尼常常最定的时阵来讲起有关福音的代志，有关安怎来传福音的代志，就会递到咱最定组织的时阵，迄个传福音即款的气氛愈来愈高，愈引起大家注意，来愈吸引人。你在讲啥？讲传福音的代志，所以大家都闭嘴关心传福音的代志，毋是最定的时阵在讲闲话。
甚至咧讲时时富裕的代志毋是只有咧讲去政治还是社会内底，政治社会咱也要着关心，但是咱重心要是有关福音的事工，互伊充满了亲像真高福音的气氛，就会吸引人关心传福音的代志，就会发出，就会兴起即个传福音。伫即个台湾无用的时代中间，基督徒渐变做有诶只有主日来礼拜，礼拜煞时就紧转去。但是渐20世纪的时阵，有诶教会开始受到即个小组牧养的影响，就教会分做真侪小组，周间有聚会，是礼拜煞的时阵留落来继续谈论福音的代志，这是好的现象咱组织做阵的是，毋是只有伫咧讲因仔话。我以前是咧教会牧会的时阵，迄时也少年，想讲爱互大家人关心小组的即聚会，所以阮就甲发起即叫做爱引起即个兄弟姊妹来关心，真爱来即款的聚会，我就甲叫周间自由参加，无受到迄个迄个地区的影响，叫开讲会安尼。开始是真侪兄弟姊妹来参加开讲，真好。总是慢慢开讲吼才走热去。为什么呢？因为开讲会嘛，来就开讲所以比如讲起遮生活，讲来讲去才讲起演话，讲起批评论断的兄弟姊妹的代志，我经法庭，讲安尼毋对，所以后来呢，伫国外有引进即个小组牧养的迄个精神，就是讲教会内面训练一寡中职以外训练信徒，会当做着小组长，会当受造就，会晓来引带聚会，会来分享组织做阵的时阵，做一阵吟诗，做一阵祈祷，做一阵读圣经，做一阵分享圣经的意义，这是叫做小组聚会。所牧养的，毋是只有牧师一个人牧养所有的兄弟姊妹，是真侪兄弟姊妹受起助来牧养所有的兄弟姊妹。较早有一个游牧师，伊就是伊讲，伊逐日起来的时阵，为了中职来祈，丢落来祈祷，用丢落为了职事来祈祷，职事为了兄弟姊妹来祈祷。所以有兄弟姊妹为着牧师来祈祷，互迄个教会加做一个祈祷的练，逐个人拢有处分的祈祷，比做逐个拢祈祷加做真正要紧，传福音加做非常要紧。第三，兴旺福音，保罗伫所讲是对头一日到达的代志。福音毋是一时的，咱常常是信主的时阵开始信，总是渐的时阵特别去过第2代、第3代了，有会较冷淡去，会较冷淡去，但是保罗伫所在讲，传福音是对头一日到达的代志，毋是拄开始的时阵，是继续，无停止，毋是愈来愈冷淡，是愈来愈热心，毋是牧师就某一个牧师就咱牧会时，咱关心去，迄牧师若离开的是，感觉无适去，无啥爱去是讲咱的亲人朋友是有做这中职的，咱就是要支持伊，咱就是爱关心去，伊毋是中职，毋是了换别人是伊家己无选中职了，就开始倒退冷淡，毋是安尼。咱颠倒到着上帝面前的时阵。咱必须安尼讲，毋是讲我真捌热心来传福音，热心来侍奉上帝，是讲我对信主开始到今仔日继续热心，愈来愈进步来热心传扬福音所以传福音的代志，毋是一时的时阵，是开始到达来兴起教会，无因为人的变动，
时代的变动，咱是对开始到达。保罗伫因中间，因热心，保罗受领到伫家家内面的时阵，因继续热心来行往福音，拢是愈来愈进步。更较要紧的时阵，因会当安尼袂停止、无受影响，是因为伊深信深信就是互即个福音兴旺的是上帝。这圣经写讲是善工善功传福音是上帝所兴起好的工所以毋是保罗个人的代志，毋是个人的代志，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时代改变，领导者改变。保罗这个时阵伫家家内面，无伫因的教会内面继续领导因，但是因为兴起福音、兴旺福音的只是上帝，所以无因为信徒的改变、领导者的改变来有所变动，因为上帝无受到空间、时间的影响所以呢，因的传福音。因的代志是对迄日开始到保罗这个时阵写批的时，伫家家内面，因继续来兴旺福音。腓立比开始传福音的时，虽然是保罗，但是根本上保罗爱因我深信是上帝所兴起的好的事工所以虽然因有受到迫害困难，但是因无因为安尼退后真侪宣教师单独一个人，比如来到台湾特别是就马偕博士伊拄着足侪的困难，几若摆险丧失性命伊伫放假的时阵互人迫害，但是呢，等于伊要转去加拿大休困，转去报告的时阵即个放假的人安尼加热情加欢送为什么安尼呢？因为因无因为迫害来影响，因为伊传福音迄个动力是在于上帝。保罗对家家内面福音无受影响继续来传福音，所以今仔日的教会经过时代足久的无相像，比如足自由的时代。还是有个人为着这个生活各方面，但是无因为安尼影响，因为上帝是灵，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为、无所不知的上帝。第三项咱爱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咱爱有彼此代祷，才会当不断的成长咱除了咱彼此勉励来传福音的代志。分享有关福音的代志以外，因爱用祈祷来做后面的溃烂因为祈祷是直接甲上帝交陪，咱的困难直接甲上帝讲起，直接是体会到上帝所收拾因的溃烂伫这中间特别讲起，因的代祷是甚物呢？特别爱互因伫听心。第10节的所在，91节的所在，安尼讲。第9节讲，我所求的，就是互恁的听，伫智慧以及逐样的晓悟，充满又搁充满，直到恁会验出遐个较好的事，互恁顺全无脱碍。到伫基督的日。因的祈祷是甚物？互因的听心因的听心建立伫真的智慧的顶面，毋是伫情感情绪的顶面爱知影讲，因为安尼，因有超济着，诚做一个纯洁、无通指责的人。咱生活充满着凭着耶稣基督，才有的迄款真好的行为。来荣光上帝所以这段圣经内面真要紧第9节到11节大先讲起到听心的增长，毋是情感上的，也毋是情绪上的，
是得到真的知识，甲真的财物。啊，咱毋若是讲爱三听，咱讲迄三听的基础甲内容是对真理啊有关系，啊，是甲真的知识有关系，智慧有关系。啊，迄真的知识毋是只有伫读册，也是对人来学习的客观的事那顶。真的知识也是对伫咱的经验，咱伫传统音的服侍所得到的迄个经验。啊，伊见识，两个三个合画起来，正确来讲，就是希伯来人所讲的财物，啊，迄知识是财物，啊，迄实际上，迄原文的意思，财物是夫妇同房，是毋那是头壳的，是实际全人格、全人类的，所以听心做个做。建立知识甲见识，则无抵到放纵，无抵到啊茫茫渺渺，受毋对，做毋对，咱就会晓分别，会晓选择迄个智慧甲上帝来的智慧帮助咱有正确的判断力。讲到听心知识甲判断力的点面的中心，为着互咱会当选择上好的，啊，咱要传扬福音，要讲话谈论有关福音，啊，咱会选择对于迄上好的，啊，上好的，啊，咱无上浪费真侪时间，咱用迄个时间，食咧上好的物件来再分享传福音的内容，啊，传福音的真正的经历来中进。啊，就基督耶稣基督看做无当指责的，咱知影伊真济代志，金钱、关系、地位、物质的生活等等，拢会影响咱的选择。啊，每一个时代，拢会影响咱的选择。当时咱的基督啊，真的知识、真的听心啊，就会互咱选择了永远有价值的。啊，有听心的，有真的知识、心魄力来帮助咱。所以兴旺福音系基督，可能必须三点有根基下伫真理啊，来选择上好的，做迄个上好的代志。最后，咱安尼来祈祷，是会当结满仁义的果子，活命甲生活。来荣光上帝，阿乐上帝，啊，咱有好的知识、智慧来选择上好的，啊，目的毋是为着来阿乐家己，来荣耀家己，爱家己有好名声，咱是要一心一意为了上帝，啊，借着耶稣基督才有迄款的生活甲好的行为。安尼，咱有好诶行为、好诶生活、好诶讲话，安尼咱会团结福音，咱谈论有关福音代志时阵，诶内容才会水，才袂走蛇。耶稣基督才是咱生活上好诶行为，学习耶稣基督，久久长长来兴旺福音。腓立比教会啊，诚做有好诶工诶，伫头一日。到伫保罗的时阵，佫继续接续落去，啊，到了今仔日，咱全世界所有的教会，啊，拢叫做兴旺上帝福音的教会。咱的教会要有真侪即款好的工作，无论咱是帮助原住民，啊，我的囡仔有时伊出去工作是，啊，人来问伊讲，你是甚物人？会囝，我爸爸是以前伫上咧教育牧会，培德贵牧师。伊讲哦，多谢恁的爸爸以前吼，真关心阮这原住民，真关心阮这弱小的教会。即个咱上咧教会有一项袂歹，就是有国度观。咱毋是只有奉献伫咱家己教会那点，咱也对迄弱小的教会，啊，亲像咱对伫咱兄弟对伫家人团结。来
伫教会以外，伊家己组织来奉献、来帮助原住民的传教者。迄原住民传教者有诶，无什物收入，所以来继续帮助因。过了10年啊，到呾吼，也继续来帮助。这就是咱双年教会袂歹诶所在吼，有迄个国度观国度观，因为即个彼此相听、彼此关心、彼此引起上帝的福音，迄是上帝的国的代志。既然上帝的国的国民拢着安尼彼此同心合意来宣扬福音，来引起福音，就是彼此谈论，彼此关心，思想上、嘴所讲、行动所表现的，都是为着宣扬福音，同心合意来迎供上帝。所以咱今日对这个客家宣教主义的时阵，用这个题目提起咱的上帝教会兄弟姊妹，真侪人爱加做合一的心志、行动来关心福音，来兴起福音的代志，继续将这个好的传统继续传落去。愿上帝祝福咱上帝教会，这个阿头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每一年的一摆的时阵，阮为着这个弱小的族群、信主真少的客家人、客家的教会，来特别互奉献。咱今仔日代表客家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来这所在来报告，来感谢上年教会过去一直到今仔日，到伫将来来帮衬来。甲这虽然真侪人毋捌嘅客家弱小的教会，有兴起福音，有交配福音，分享有关福音的代志，对于安尼，我也知影，几百年来客家的圣经，对2002年的时阵，开始，让得到2012年的时。经过700年久，才开始有客家这个圣经的翻译完成。即嘛继续要真侪原住民的教会的圣经的翻译。伫客家圣经的翻译的时阵，也得到上年教会真侪兄弟姊妹关心、带导、出钱出力。即嘛继续为着客家圣经的推广、福音的事工，求主你继续帮助阮。像阮昨昏有听见关西教会，因也开始讲受到为来建堂，无几十个30、40个人，就开始要建堂，迄真大事工。所以，阮的教会伫国度观来看时阵，毋是只有关心阮伫上年同会兄弟姊妹，以及福音的事工，也关心阮的同会超越。比做上帝国度的教会，阮才做彼此兴旺福音、交配福音的对象。愿上帝赐福、圣神感动阮，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续，咱要鼓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听。咱要来吟圣诗311首，救主耶稣奇妙的名，请起立。
感谢。即时咱要来奉献，也未填写留名卡的内面，请填写后交予收奉献执事。来做感谢祈祷，听阮的主，阮的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听阮，互阮有丰盛的生命，佮互阮的生活无欠缺，阮的金钱、阮的健康、阮的才能，拢是你所赏赐。阮即时奉献阮淡薄的金钱，要来做圣工的路用，请你感觉，阮安尼感恩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报告，本周特别的时间，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客家宣告奉献主日，感谢总会汤玉芳牧师是第一场、第二场，片德贵牧师是第三场来正道请安甲报告，愿上帝祝福客家宣告中会及客家地区的宣告时间。英语牧区今仔日是
去花莲玉山新学院举办退休会，所以本主日的英语礼拜暂停一摆。具体关怀恭喜本会宋承珍、萧胜兰伉俪自6月初6喜获灵儿，愿上帝祝福新生儿甲全家。总务委员会的消息，请会友一奉献时一奉献地用正楷来写你的姓名有时有的人较错看无请来配合办理。双联社福基金会的消息，咱新增社福基金会即马要办一个募集要募集男女休闲运动的长裤，阵你厝内有剩的休闲裤运动裤，请捐予双联社会基金会。继续，咱来掀开第6页。第6页青少年牧区的时间，咱青少年伫暑假有拍鼓的营会是8月24甲26是宜兰立泽前的活动中心，请也未报名的赶紧报名详细记载一下，家己看。有15名啦名额请大家青少年甲牧区的干事来报名。今仔日团契的消息，礼拜四本主日礼拜四有妇女团契的例会一九楼联谊厅，要请温柔福音歌戏的团来做见证的分享请所有的妇女团契的会友会当来参加。后礼拜夜子团契、家己团契的聚会请大家家己看。报告以上。下面要请梁牧师、梁维珍牧师来欢迎来宾大勇牧养的代祷。伫遮代表双联教会来欢迎第一摆伫咱中间的兄弟也是新朋友。第一位是柯洪显弟兄的遗族，伫遮要甲咱谢谢，伫咱的中间，伫后面的所在，也请咱甲伊握手，甲伊致意，请坐，请坐。第二位是吴瑞娟5岁官。丰田、阮丰田夫妻2位伫咱的中间，咱甲伊欢迎，请坐。第3位是陈胜雄、张秋娇、陈胜雄、张秋娇2位，伫后壁的所在，咱换甲伊欢迎，来握手来欢迎伊。抑阁有第一摆伫咱中间无报告到、无欢迎到无？请你起立，互阮甲你热烈的欢迎。若无，咱做伙来做牧养的代祷。而且我要阁要邀请你，若伫今仔日的讲道内底有感动、有需要，你会当举手，互咱来做伙为你来代祷。你若有需要的，也会当举手伫咱的中间，牧师就为恁来代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大牧者，伫阮每一天的需要内底，诚做迄个固守、帮赞、扶持、甲保护迄位。主为着头拄若有举手伫阮中间的兄弟来献上阮的祈祷。主你无论是因的心灵有需要，对福音有感动，也是因的身体有欠安，愿你扶持的双手伫因的中间。若因心内火热，你就诚做因的帮赞，找去因到所需要服侍的所在去，来诚做别人的祝福。主啊，也为着遐个身体欠安、心神需要的兄弟祈祷，愿你诚做因的医治。因为你讲，若人愿意来就近你，就要得你来得到天顶的困难。
主，阮为着台湾的整个的社会来祈祷，尤其是年底的选举，主，互所有伫选举的过程会当真正顺利，也互阮即摆的选举迄个愿意服侍正人的人，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者所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伫遮补充吼，若你有需要，阮来甲恁祈祷的，也会当伫会后的时阵来到礼拜堂的头前，有同工有牧者来为恁祈祷。最后，咱要来吟上营512首，请咱起立，吟诗煞要请皮牧师甲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助，甲你每一个人实到地地，你一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牧道谢阮讲授切恳。